ティメロメロスイーツ作るのふわふわのケーキメロメロなのねハートの温度を君に届けるのハトさんたち待ってるのメロメロ小鳥さんも待ってるの。歡迎返嚟團長日記。上集同大家去旺角食138蚊雞煲加點心火鍋放題，食足5個鐘，好多觀眾都話抵食，多謝大家支持。今集團長同大家去充滿歷史情懷地區九龍城。以前喺度成日聽到啾啾聲，岳高頭隨時見到飛機經過，好多人印象嚟呢區淨係食泰國嘢，但係你行多幾步，仲係會揾到唔少香港舊味道。呢頭好多幾十年老字號，片尾會同大家分享一間。不過今日重頭戲，帶大家去一間成棟樓歪咗8度酒店食自助餐，究竟啲嘢好唔好食，又食唔食到回本呢？團長帶大家一齊睇睇。輕輕帶個餐廳資料，8度海逸酒店位於土瓜灣九龍城道199號，酒店裏面8度餐廳。如果坐港鐵過嚟，宋皇臺站 D 出口出，行過嚟預8分鐘左右，開車過嚟食飯，餐廳可以做2小時免費泊車俾大家。餐廳內部主要用木裝修，配埋天花板幾靚松果吊燈，樓底又高，座位夠闊，望落乾淨企理，確實有酒店級數環境。價錢方面一齊睇睇，今次有快閃優惠。2位成人可以帶1位5歲以下小朋友入場，成人1位254蚊，長者1位234蚊，小童1位214。提大家，另收原價加1服務費，到現場直接俾餐廳。供應時間星期6日公眾假期中午12點至2點半。清楚價錢，一齊睇睇自助區有咩食。打頭陣凍海鮮5款，雪場蟹腳，望落都算粗壯，旁邊有辣椒仔，鍾意食辣嘅朋友記得攞。其他4款凍海鮮有小龍蝦、青口、凍蝦、翡翠螺，旁邊有落爹汁、乾葱豉油汁，記得攞，好食好多。海鮮方面，餐廳仲有一個即做熱食海鮮湯，食材有帆立貝、鮑魚、凍蝦、藍青口。鍾意熱食海鮮朋友排一排隊攞，師傅好快手，唔會等好耐，大家放心。肉檔有一款燒牛肉，呢一種硬嘢來貨價都唔會平，望落質素 OK， 仲有黑椒汁、燒汁同芥辣俾大家配口味，推薦最少攞1轉試下。即切刺身佢都有8種，但係刺身玻璃蒙查查，一陣返埋位先俾大家睇清楚。貴價回本食材，仲有羊架1大盤，原條清蒸石斑。特別一提，呢度招牌甜品芒果拿破崙喺香港飲食界攞過唔少大獎，仲有全港酒店自助餐界傳奇甜品之一稱號。大家嚟到極推薦，一定要試。雪糕方面，餐廳用烏粉皮，喺自助餐或者放題嚟講，算係幾頂配雪糕，口味好多，我就唔逐樣去講。其他熱盤同甜品仲有勁多款，真係一餐根本試唔晒。20秒快剪俾大家望下有咩食。嚟到重頭戲試食環節，自助餐回本位一定有凍海鮮粉、雪場蟹腳，大部分都粗壯大隻，剪頭剪尾一篤，成條真蟹肉走出嚟，溶雪做得唔錯，肉唔會霉，海水鮮味有少少，鹹味適中。鍾意食蟹腳就淨係攞呢個，要攞1大碟回本。大家放心，
補充海鮮，餐廳好快手，一定夠食。跟住試另一款凍海鮮翡翠螺，呢個價位嚟講算大隻，用叉一篤一捲，成粒螺肉攞到出嚟。雖然有少少沙，好難避免，但係肉質爽口彈牙，鮮味幾濃郁，點埋落爹汁食，味道更加好，好食㗎。再試多樣凍蝦，體型正常自助餐水準，一摸落去就知蝦殼硬淨，唔係軟腍腍死咗好耐嗰種，證明質素新鮮。剝個蝦殼俾大家睇下，新鮮蝦煮熟會攣，反轉都仲係攣，肉質爽口彈牙，鮮味唔錯，鍾意可以食少量。凍海鮮推薦多食蟹腳，距離回本又近一步。日式刺身款式有赤蝦、三文魚腩、三文魚、魷魚、吞拿魚、鯖魚、玉子同蟹柳。阿根廷紅蝦都幾大隻，貴價自助餐好常見，亦即係大家喺放題食嘅珍寶赤蝦。估唔到呢度200零蚊位可以食到。剝個蝦殼俾大家睇下，肉質偏嫩同滑身，味道幾鮮，但係兩隻都食到有少少沙，扣分。整體我俾合格再高分少少。三文魚腩目測白雪雪，肉紋已經睇到質素 OK， 唔少500蚊樓上自助餐都冇三文魚腩位供應，就算有，其實貨源都係不相伯仲。鍾意食三文魚朋友，團長推薦攞腩位就夠。嚟到葉盤，呢個羊架唔錯，大嚿又厚身，食落肉質嫩口，醃料控制得啱啱好。羊騷味正常，係接受到嘅程度。鍾意食羊架朋友，出邊自助區嗰個羊架山應該滿足到你。食咗咁多好嘢，團長係時候俾兩個溫馨提示大家。芝士白汁焗生蠔，雖然落咗好多料去焗，生蠔都好黐殼，新鮮情況冇懷疑，但係食落腥味幾突出，調味方面有進步空間。當日焗蠔水準普普通通。第二個溫馨提示，即煮海鮮湯，海鮮食材質素冇問題，最大問題係湯底單調，淨係食到鹹鹹地同原味道。如果大家嚟試，同我口味一樣有少少重，記得攞啲醬汁點嚟食，味道會好一啲。壓軸出場，攞個無數獎酒店招牌甜品芒果拿破崙，面頭鋪滿菲律賓呂宋芒，入邊層層鬆脆餅皮夾住吉士醬，口感層次分明，甜度啱啱好。團長當日食咗4件，大家記得留肚，最後試埋呢個甜品，咁先講得上嚟個8度海逸酒店。